大家平安，大家好。会使找到中文版的吧？啊那台文版的目前嘛，敢若还未有线顶的版本，所以你可能就是爱去买实体册，或者是去图书馆借。若准讲你无伫台湾，安尼可能就真歹势咯。啊，因为中文版的应该嘛真侪版本，英文版的应该是真做公共财啊，所以这个小说嘛算真有名啦。啊，这是我毋知你捌看过无？我毋知。总是对即大家读即个台文版的1984，安尼今仔日徛第几届？56届，所以罔听。我来甲一寡连结分享一下，等我一下哦。这个小了嘛来啊，罔听，我已经读到228页啊，吼，因为我有，无问题，较细腻哦，豆起来。因为我嘛伫迄个啥，我伫 YouTube 开直播啦，只是迄个效果安怎毋知，我试看卖啊，总是爱有一寡新物件吧。歹啊，我鼻啊怪怪。你讲 YouTube 看了啥物？直播。我咧 YouTube 开直播，所以等于是叫做啥相公德晓，敢会使讲？哦，你 YouTube 顶管嘛有开啊？对，我伫 YouTube 开一个，啊，然后我伫 YouTube 顶管分享的画面是小说的，英文版的小说。嘿。所以就是是毋是我爱去？因为当中会去找台语啦。好，来，我伫Clubhouse 遮，我就继续来分享一寡连结啊，歹我的鼻啊，怪怪。我个人感觉即个1984即个小说，甲台湾笔校即个戏出有一寡对同的所在，所以我真推荐，若有机会你应该爱去看一下台湾笔校即个戏出。敢若2004年的款嘛，我袂记。但是因迄阵伫咧电视播，即马公司台语台敢若搁咧停播，啊，我毋知这第几届停播，反正。我是2019年才伫 YouTube 看就对啊。啊，坦白讲，迄个台湾笔校即个戏出嘛是头前看到不哩啊叮当，甲即个1984即个小说头前3号女嘛是真叮当啊呢，迄种气氛、迄种场景真正讲一个较无输赢，毋是一般的人有才了忍受的啦。啊，当然我就讲，伫台湾遮有真无简单啊哩。啊，所以我要带连结，我头先迄个要带连结愈来愈侪吼，侪到我当然会找无安尼，所以一直飞安尼。啊，伫 YouTube 顶也是一困就是伊会使。稳准一困头大5000字啦，那5000字就真正翻译半本论文都会使搭入去啊。所以 YouTube 当然每一种媒体有伊无共的迄个啥用途、甲功能、甲内容啊。总是YouTube 是会使有画面，啊那 Clubhouse 是敢若纯粹声音，啊尾啊才有文字嘛，总是。好啦，讲参考啦。然后我看卖我来答一个好啊。反正我就讲，大饭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啦。啊那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咧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讲即个《开花结子》真正是不了精彩。这个精彩的程度我个人感觉是
袂输若是亲情卖计到普拉西湖人的 K 还是 DH Lawrence 的销售。DH Lawrence 你若有兴趣，你去 Google 拍，应该知小可找着讲，迄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安尼？反正安怎讲，拢参考啦。然后我大连计是开火计子，目前嘛，敢若有纸本的册。亲情卖计较，当然 YouTube 顶管有。若师傅的客兄，师傅的客兄是迄个啥？由原来副校长有甲伊款去做台湾版的，伫迄个啥 ？Spark Block 啊，啥我袂记起来。反正就是有台湾版的通好看得到啊。前一阵啊，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才知影讲有一个单位，因要找迄个合作医疗库，想要有甲台湾，台湾遮的一寡资料，正做 AI 训练的医疗库。所以由原来副校长，伊原来嘛甲伊的遐个文本拢贡献出来。结果才知影讲，目前是一间电信公司内底的一个处长，伊贡献100万字，由原来副校长是贡献160万字，因两个就贡献260万字啊，所以真正是讲实在，也是算少啦，毋过来讲是也无够济，所以训练出来就是会有一寡前差。反正咱有材料读的，咱就加读安尼啦吼。后手随便讲剩几分钟安尼，我就继续读落去安尼。大家朋友恁就罔听啦吼。小了就罔听，因为时间到，咱才来读这个1984安尼。好，开会结子。我毋知真阁有险的部分，我毋知影。有听袂到，我毋知啦吼。来继续，是糟蹋啥？考试啥？民主笑因三个拢嫁迄款袂笑袂硬，阁无通爽的老高布做翁婿，嘛笑因子袂晓教囝。第三个离婚，甲人乌袂困，碰一千刀转来写四字。这是咧讲恁阿姊离婚，我早就知。阮阿母迄阵足毋甘愿，随因大巴肚过，早就毋是在世个啊。决定到经体离婚，乌袂甲人困。你安尼就亲像三脚鸟笑一目狗，你才是真正毋知见笑的懊悔别人。是啊，你有影是无赞无赞，换例子嘛真生气啊！共款骂民主讲，路尾嘛是我带你去妇产科，甲囡仔摕掉去，你敢袂记得？民主甲头前这段记忆总搬出来，佮煞话讲，迄阵因三个姊妹啊，讲话拢无伫关后壁门，嘛无紧无去。搁较无伫真足，我敢听有，搁无伫，搁较无伫真足，我敢着。三姊妹啊，大概想讲我面子伤浅，应该毋捌，嘛袂去乌白搬话接着。即时的客厅，两个人拢顾啉面头前的茶水，无搁说话。恬静一阵仔久了后，我想到10多年前，1963年的一个圣诞平安夜，方向目神幽怨，面色远远，佮讲我伫林森北路撞到恁阿姨林子，甲一个查甫人懒安安，为花国饭店行出来，有甲我小解讲是美国华侨或者王兴华，应该是伊。方向讲煞。人无随行走，共款真定着。和民主碗上饭桌顶，用滚水搅冷饭，配拄只烫好的旧菜。方向我若食，我若讲，眼界的查甫、老的、少年的，拢是翘头爱钱，阁无伫顾家，性地袂温顺，阁看悬无看低的饭桶卡笑，若新妇囝婿是无共爸母生的外人，颠倒较正经、较正人。这有当时真正就是
安怎讲？当然，即个那春水咧写即个小说的时阵啊，伊新册发表会嘛有讲，就讲写一寡事实的代志，因为你若要用骗的吼，迄有当阵啊骗甲头壳公公的时阵，前言不对后语安尼，咯，头前可能迄个人死去，安尼后壁佫出现安尼吼，所以这要安怎讲？快啲，我至少我个人感觉写小说是真正足厉害，至少短时间我是无在了写，所以，因为我就讲主要是想来甲读落去安尼。我无确定，三年是你大概是哪？因人间世界真诶是应该是 Avery 有吧？伊伫日本嘛，翻译嘅迄个算嘛是头一本人间世界的台文小说啦。我袂记啥，迄日本的小说我敢若无读真济，所以毋知影袂记得迄个到底是啥温度是啥头巴达，还是啥个不管。228啊，即大只228啊，伊讲是读到一半，所以按228啊的下半段开始来甲读。小罗啊，佫迄像，大概较我无确定，讲是3年，若准讲是迄个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再来读1980，不过同款真清楚的是普遍的财富增加，恐惊会甲残疾社会毁灭。某种意义的正经是毁灭啊！若是世间人拢做免几点钟，拢食好饱饱，带伫有一间甲冰箱的厝体，有汽车，甚至无人机，安尼上明显的，上着管家就分袂出来。咱确实会当想象一个社会，伫即个社会内底。财富就是讲个人的，有一个特权小集团的手内。毋过，即款的社会伫现实中无法度长期稳在，因为若所有的人拢生活清闲佮安定，群众就袂佮散向地动误，因会捌字在事开始。家己思考，安小集团根本无路用，因就会起来甲引导。长期来讲，要有散车甲无知做基础，一个残疾社会才会维持。20世纪初，有一寡思想家咧迷茫，讲人类会当翻头转去农业社会，这是无实际的想法，和机器化的趋势冲突。机器化趋势。差不多伫全世界拢已经是半本能咧发展了。搁再讲，工业万进的国家伫军事上是无望的，稳当会互较先进的国直接也以即个1980的小说，伊假设的，或者是因为是1949出版的小说嘛。George Orwell 伊咧设想就是讲未来可能真正是即种独裁还是专制国家，或者是伊惊未来竟然成做一个独裁专制国家，规气写小说来甲讲互破，因为有当阵就是你若甲讲破了就袂实现啊。我无就两种结果，还是两种设想，就是讲未来。迄种社会伊家写出来，互大家参考，或者是伊惊未来是一种社会，所以先用小说的方式改。理论上应该算破吧，也就是讲，各位朋友应该你学校捌读到过，或者是你到目前为止，若准讲你现主是超过30岁，无到30岁，我无真。确定无有听过即句话，讲20岁进前无相信共产主义的是无良心的人。
超过20岁，搁咧相信共产主义是无智慧的人，吼，大体也是即种话句啦，就是讲甲遮尔好，讲甲遮尔美妙，你竟然搁毋相信，你到底有良心嘛？无良心嘛？有良心的人应该拢会相信嘛，吼。所以意思是讲，可能每一个人拢曾经捌相信共产主义。当然，迄只现主席讲的是啥？左派思想吧，敢有这种讲法？啊，当然到底是毋是左派？这可能我伫逐社会、逐所在，可能一寡无共的。我都有一致的想法吧。伫台湾听讲是无啥物左派啦，结果是讲，叫做啥？以中间路线来讲，拢是右派迄边的啦。讲一个歹听，讲实在是安尼啦。台湾无左派思想啦。啊，以中间派来讲，即条线甲画落去，台湾拢伫右派迄边。啊，结果是讲有靠我中啊遮无？啊，你讲足极端的右派。有人讲美国的川普是算右派啦，啊，伊敢是极右派，我毋知影，伊这有当时是无共的定义吧。等来小说家伊咧讲的这段，伊讲，若准讲人开始过了清醒了，袂散乡嘛，袂动妄，会知捌代志，会开始思考。咱即摆来甲看2020年现主席，咱来看，人有才调思考敢毋好？目前的台湾就是因为也有袂少人毋愿意家己思考，才会致使咱的社会到现主席即种我看到的啦吼，有可能你看到甲我看到无一定一模一样嘛吼。啊，所以就是有一寡想法看就是，咱会使提出来讨论嘛。啊，我要讲的是，George Orwell 当初咧写这个小说的时阵，有可能是1949年伊设想，1984年可能是安尼生。啊，咱进来看，2026年的现主席来看这个1984。两个代志嘛，现主是2026年的咱来看两条代志。第一是小说所讲的代志，所讲的故事内容嘛。一个就是咱回想1984年，当然1984年你无一定出世啊，不管你有出世无出世，总是现主是你会使看到过去1984年所留落遐什么报纸啥，对无？迄应该是过去的一个历史嘛。1984年遐报纸、电视啥，对无？真做不可改变的历史。这是1984这个小说，这个小说是一个虚拟的，伊用1949年的这个角度来设想1984年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嘛，还是什么现象嘛？啊，所以两个你甲对比就到底有偌侪真差啊！所以这嘛是我伫看这个小说头前3年感觉最震动的一个原因，就是和我所认知的敢有相当的真差，尤其到进小说228页到229页这大家，就讲。伊的设想就是，动工的人爱有够多，掌权者、执政者才好管理就对啊。啊，毋过我毋知呢，因迄个啥，因中国人迄个啥礼运大同篇，毋是讲啊，逐个若准讲好势就较好势，不较好过日吧，应该是安尼吧。当然嘛有一寡人讲较好过日啦，啊这，我无确定呢，伊知捌代志了，你搁要转去动工代志，敢若有。无简单吧？啊，所以第一个小说内底决定就是最后一句：工业万进的国家，伫军事上是无望的，稳当会互较先进的国直接也间接统治。正你去看中南美洲，东南亚一寡国家，啊，搁中东一寡国家，甚至非洲不了侪国家，敢若拢是这个状况嘛。2026年的现主是来看1984这个小说，伊咧讲的一句话，敢若真正真实成立的款吧？就非洲一寡国家，甚至搁要讲东南亚的缅甸吼，搁咧军事统治嘛。啊，毋过这个部分可能咱搁有诚侪所在会使开课讨论吧。好，我毋知咱叫你嘛来啊，我拄仔是读228页到229的这段啦吼，啊伊讲。我毋知叫恁有听到无？这歹势吼，反正就是小说是小说，吼，大家拢参考安尼。好，安尼小了讲你无方便读，我毋知你真方便无？啊，迄个啥，半点钟 ，OK， 好，安静自在。
安尼是毋是？我搁读一段，后壁迄段不哩啊大段，叫恁接续落去读。哦啊，来看三字神话头上啦，我是看到迄个人间世界即个封面上，这伫资本主义的上尾期，量约是1920到20年之间，就真普遍发生过啊。迄阵真侪国家的经济拢放互停留，田园趴远，资本无追加，人口大阵，无工课通做，靠国家社施靠国家施舍，经伫半死活的状态。毋过这嘛致使军力揽弱，国明显加造成病苦，必然因地反抗。重点是要安怎互产业的链接线棒，阁袂增加世间实际的财富。物品爱生产，毋过莫分配。实务上，这若要做会到，独会当靠长线的战争，就是伊头前咧讲，到目前为止，这个部分应该也拢是迄本册，什么册？伫咧222页，即大家寡头制集体主义的理论甲实行，这拢应该拢也是属于即本册的内容。因为即本册伊就讲，第一种是目的，就是力量，然后 Winston 咧读的时阵，伊第一种开头读了，直接跳去第三种，战争就是和平。所以自223页一直到229页，这应该拢是属于册的内容。因为我无确定伊伫迄个册中册为虾米无用无共的字体还是啥去处理，或者是我用毋着，这是属于小说的一部分。要毋过我个人看起来是感觉，敢若是属于小说内底。即摆是咧讲到 Winston 去读迄本册，迄本册是为迄个做我袂记个名，就是迄个甲引带你去迄个党的迄个人，叫别人叫 Gosden， 应该是毋是 Gosden， 歹势，我袂记个名，就是讲人就敢若一寡组织会有一寡读册会，对，咱读共一本册，照到致使咱的想法接近嘛。即摆就是互伊读这本册，要来互伊接近即个想法。所以即讲的内容应该毋是 Winston 的想法，是这本册的内容。至少目前我来看是安尼啦。当然就一寡较理论的，还是论述性的，你讲过去安怎，应该安怎？因为即个第三章，因为伊即本册有3句，迄个 A 就是 B，C 就是 D，E 就是 F， 即个迄名词其实咱香港一看拢是对强的啊。战争甲和平，哪有可能是对顶？目的甲力量，哪有可能对顶？毋过伊就是透过哲学，透过推论，透过洗脑，敢会使你讲？洗到你感觉对，目的就是利用，对，战争就是和平。你咧讲迄本册是毋是就是迄本寡头制集体主义的理论甲实行？对。迄就是啥物？Emmanuel Gosden 写的Emmanuel Gosden， 因为即个名，我印象中我是读 Emmanuel， 我是读 Emmanuel， 因为当然就讲嘛，但如果是法国人来读即个名，可能是一个读法。英国人来读即个名 ，Emmanuel， 可能迄个 email 真差，尤其英国和法国，我就讲嘛 ，Michael， 这个字母写出来啊，英国人开始读 Michael， 法国人开始读 Michelle。对我一个外国人来讲，我看到字母一模一样，要毋过我听到英国人甲听到法国人读出来字音，竟然差遮尔济。Michelle 甲 Michael， 所以这本册就是讲，这个 Gosden 写的这本册，正做因这个党，敢若嘛无讲伊啥物党，我袂记啦反正这个党的一个刊物就对啊，就敢若有人讲1984这个小说伫中国共产党内底嘛是属于做内部管制图物，就是毋是所有
毋是所有的共产党员拢会使读，当然有才调的人，伊爬墙遐出来，就拢会使看到嘛。只是对因来讲是，我明明讲这就是警察，你搁敢头我就甲你抓起来，对无？伫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伫戒严进前，1987年戒严进前，搁有足侪警察是袂使读的嘛，对无？凊彩3个人组去做伙加讲2句话，就叫人哭去啊，甚至干掉当袂了嘛。上新的一个案件就是迄个独台会哦，是毋是？独台会嘛。敢若是1980几年的时阵，伫清代啊倒位，警卫总无人冲入去学校内底抓人啊，对无？布斯尼，甲伊讲到偌伟大，拄偌伟大，抑毋过看到的资料是根本毋是迄种状况嘛。所以为什么无底就是利用？加读2本册，你拢会去用当做知识分子，就去用掠去干掉当废料啊。所以对台湾来讲，其实无远哦。1980年、1980年代，可能1984、80几年。你去查资料，你去找维基，拢阁看会到哦。啊，即摆即个小说，1984即个小说是1949年出版的，伊就咧讲即个代志，所以我毋才会讲，读即本小说，互我一个不离啊深的感觉，就是过去还未过去啦。1984年即个年过已经过去安尼几年啊？42年吼，是毋是？对无？即2026嘛，啊，1984年是42年前嘛，对无？42年前的代志，敢毋是过去啊？过去啊，只是。年过去啊，代志还未过去啊，历史还未显过啊，啊，搁进咱个伫社会就讲搁使看到安尼啊。所以到目前为止，223页到229页这大只，我无确定伊直到几页，啊，搁是算这本册的内容，我猜吼。啊，所以反正叫恁若对着是毋是？你接续咧读，啊，3年你才接续咧后壁读。伊小就讲伊差不多还搁至少20分钟以后，是半点钟才有材料读安尼。哦，搁恁压尾啊，好来。请讲，好。229页，我读到，伊就是讲头前嘛有讲到咧，讲爱有生产嘛，大家活落去嘛，爱食饭，爱穿插啥嘛，爱有生产嘛，啊，毋过生产总是会长出来，会假出来嘛，伊就是无爱互人民收好业、收好过，所以就爱甲遐，可比讲诶，生产10分，若总讲摕互人民去使用诶时阵，会愈来愈好过。好过了，可能开始会拉天有诶无诶嘛，啊，就甲遐控制到讲你袂枵死，抑毋过你嘛免想要粗暴，遐假出来就摕去供应较边缘遐个所在去生产诶物件，真做战争诶用途路用就对啊啦。啊，所以伫229页诶顶一段尾2段，则讲实际上真若要做会到独独会当靠长线战争。啊，就小说内底一直咧讲，一直战来战去，拍来拍去。反正3大国家嘛，东亚国、欧亚国、海洋国嘛。啊，只是因党的控制、党的掌握，就是讲长期以来拢是甲谁咧相战，抑毋过实际上毋是啊，一寡边缘的所在就是念咪俗遮，念咪俗遐嘛。所以叫恁互你继续读229页下骹迄段。啊，当然随时有想到要大家分享交流，就是莫句去就分享交流安尼。好，你继续。所以你是毋是独独会当靠长线战争？对，我读到遮，嘿。好，战争的重点是毁灭，对象无一定是人命，主要物资讲做碎片，喷去天顶，落大海，本身就是一个真利便的法度。通好人工，佮毋免做出任何物件，互人消费。比如讲，去做一座浮水要塞，就甲本地会当用来做几百只船货船的人工，拢拔掉啊，买手即座要塞到有落废弃，袂增加任何人提供任何物质利益，就搁爱开费大量的人工来去做一座新的啊。原则上，超过人民上无必需求的物质过于，拢爱用战争甲烧掉，这拢是有计划的
实际上人民的需求拢被低估，结果就是生活必需品长期拢半欠缺，这雪红当作一个有利点。政策是条工，互连较受惠的阶级嘛无好过日，因为若普遍真有差，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别就放大。照20世纪早期的标准，即马对东部成员的生活嘛是过甲真朴素、真辛苦。总是因有一寡车花通享用大的厝、大景搁设备齐全，穿的料较好，食较高级的饮食甲薰，有两三个使用人通车价，有私人汽车甚至直升机，这个待遇使因的世界和外东部成员无共。那外东部的应该叫做普罗亚，的下层群众比起来，嘛享有类似的优势。这款社会气氛，就敢若伫一座特贵的城内底，厝里有一块马肉，就会当区分好食甲善食。当时正人意识就当咧战争有危险，只是甲所有的权力交代一个小集团，就敢若是为着生存，真自然搁被得变的代志。好，感谢吼，不哩啊长，而且我著讲啊，伊咧处理的时阵，就爱处理甲足斯文语的吼，毋是咱日常生活讲话会接讲的话语话术安尼，所以真歹念安尼。我想要，互你搁有几句你搁读一解好无？3个所在，你是尾啊第6抓，吼。那外东部的遐吼一句，第二个是尾啊第3抓，共时安怎，吼，啊，搁着上尾一句，就是即时甲所有的权力交互一个小集团后壁一句，即3个所在你搁读一解好无？歹势你，我刚才已经想过一句，我刚才对着。上尾一句你先，互你讲。上尾一句。嘿。交互一个小集团，一个遐。嘿。就敢若是为着生存，真自然，搁被得免的代志。好，就敢若是嘿。我差不多加2只对无？嘿，你客调的可能，我著讲伊这无好讲。迄个我嘛是学台语，才学着迄个搬喙音嘛吼。敢若。嘿，就敢若是。会客着啊，顶悬迄抓，顶悬迄抓。共时。正人意识到当咧战争有危险，只是甲所有对吼，迄个，迄个就是尾调的迄个故事嘛，对无？意识到，对，因为意识到当咧战争，对，即个，你可能应该读做。就讲，有一寡人伊会家当做，就是安尼，啊，当然咱之前敢捌读者，即就是安尼，敢若嘛两种写法嘛。啊，毋过对我来讲，我会感觉，就是安尼，迄个调应该就是安怎的就啊。啊，毋过目前敢若就是安怎，甲就是安怎，敢若是有分别的。有一寡人来讲，敢若是有分别的。啊，所以。至少伫即搭遮应该是伊毋是，就是安怎迄个就也是对啦，吼，这是一个真差。应当是你咧讲的，就是你讲迄个对，就是安尼。对，就是这样。对。
啊，你讲着安怎吼，着安怎，着安尼，吼，着爱安尼做，着爱看着车顶才会当行过。是，无毋对。是讲看着车顶就行过，迄款的意思啥？无啥共，无啥共。伊即个着就是 must 的种的。对，靠限制性安尼。啊，所以就变成讲有当阵啊，当然咱大部分看过就准过啦。啊，毋过有当阵啊，伫写的时阵，尤其你要文字化的时阵，是毋是爱小可斟酌一下？我至少我安尼想啦。虽讲讲因的中文，一直到那嘛是有的人有要义，有的人无要义啦。什么在不分呐，什么得不分呐，什么吼，你迄是因中文的世界，搞也无地带啊！我就讲嘛，对我来讲，迄是外国话、外国字啊。我知影我正确就好啊，我知影哪用就好啊，啊，伊免哪用现代代志啊，对吧？对，至少因的在部分，迄用台语来讲是不了清楚嘛，啊，得部分，迄用台语来讲嘛不了清楚嘛，迄是因纯粹干那要华语中文的人，我那也无认真，我那也无要义，啊，就怎准过安尼。即两天我看到一个美国人伫台湾，伊嘛提起到一个什么，可能打定大家的朋友，若准讲，我猜想啊，歹势我像互我安尼讲啦吼。那有淡薄仔岁可能捌读过迄篇文章，做什么差不多先生呐？啊，迄个差不多先生就是可能当初看到这篇文章咧讲的时阵，就感觉敢若有影呢啥。啊，这个美国人，伊伫美国是读中文还是汉学的？我无确定伊是读汉文、汉学还是中文，我无确定，因为伫台湾内底就是伊有分什么国文系、中文系。啊，因为我嘛毋是台，我嘛毋知影分啦吼。伫美国佫较免讲，迄是因美国人伫咧学4甲2即个科系，啊，因到底安怎学迄个名，我嘛毋知。即个美国人咧讲，若准讲伫美国读汉学系还是汉学相关科系的人，应该真紧就拄着差不多先生即篇文章。啊，伊当然是用中文写，伊毋用台文写，用中文写。迄个美国人，啊，你讲哦，迄个内容是安怎？啊，伊嘛讲听起来看伊就是伊嘛舞足久的，伊嘛找足久的，才去发觉着讲。迄个差不多先生大约是安怎啊？不管反正是中国人的代志，搞无地带。对我来讲，就是我敢若知，我就是我有才调分较清楚，我就去分嘛。啊，我无才调分清楚的，我就去问嘛。或者是我知，我拄着，我就摕出来，大家罔起课，罔想罔看哩。哦，准日嘛来啊！阮最近伫读230页即大只啊，至月龄拄啊读时，我感觉有一寡物件会使读的摕出来，罔分享罔参考。搁一个就是，第6抓，尾啊第6抓，迄个，嘿，就是那外东部的吼，伊后壁一个什么，嘿，迄搭遐敢有一个字，伊的，伊迄个毋是我叫伊迄个普罗啊，所以因为即搭只伊就咧讲什么，什么只个台语属因的世界和外东部成员无共，吼，分号。那外东部的啊，迄搭遐，因为对台语人来讲，迄3字确实有影会去，有当阵啊，即3字讲到遮，即3字差不多，我感觉就等于含中文、华语的在不分迄种感觉。台语就是加，不加即3字，吼，我讲的3字哦，对无？加。第7条迄个加嘛吼，你搞会记的吼，这是一字。我甲你去吼，加嘛吼，伊做甲伊生甲真水，即3字加是无共款的嘛。要毋过有当阵，当然咱讲的时阵，咱知，咱听会出来，迄个真差。你随听，就准讲伊迄个音小可走去，你原来嘛知影咧讲啥。要毋过当咱咧读的时阵啊，伊就真明显写伫遐。伊真明显写伫遐，尤其可比讲即个翻译的作品，咱差不多会使暂时假设伊袂写毋对，因为伊要出版要卖册，他有可能写毋对啊。当然有当阵第一寡语境的时阵，你读咧，你会感觉伊用即字，我感觉敢若是另外一字哦。啊，迄有讨论空间，咱暂时按下。我要讲的是。伊敢若出版出册出来，即3字伊无可能用毋着，
干若字无可能用唔着，安尼咱咧读的时阵，你迄个读的音若走去，我就讲歹势，我一个台语耳啊吼，我就随张，随弹起来，就敢若你读遐啥报台语新闻的，不管是民视、公视，甚至台视迄个过务中应该较袂，因为开玩笑，过务中嘛是上无嘛死土啊咧。伊要有一半字啊讲毋对，佫叫我听着，迄机会实在是太低咧，对无？喙齿无小心就去夹着喙齿啊！我也毋敢替过务中拍保证，讲伊绝对袂讲毋对，应该有当阵嘛一半字啊会讲毋对，啊毋过要叫我听着无遐尼简单，因为我较大部分拢是听公视台语台，啊佫有当民视，啊华视迄个啥林玉珍好像。这台语新闻啊，还是这台语主播，总是有当中的一半字啊，会讲一个伤紧的时间，就怎啊走抓去毋对去。啊，对我来讲，无一定是毋对，有可能是我的语感无相款的时候，我耳壳就规张规弹起来，伊拄仔是啥物戏安尼吼？啊，若阵我有定播的时阵，也是讲伫 YouTube 看到的时阵，会使扭转去，佮定听嘛，确认一下是毋是毋对，还是我耳孔听毋对去。啊，所以即马遮。歹势，你搁读一解好无？外东部的即个，那外东部的，小等者，那外东部的应该叫做普罗埃的会甲群众比起来，嘛享有位数的优势。嘿，我要讲就是迄个教，嘿，就是甲什么人比起来？对，伊拢是即个句型啊。对，甲啥物人比起来？看起。所以我就讲，诶，所以就讲，对，对，是甲因比起来。对，所以伊是等于是头前遐个内东部的党员甲外东部的人咧相比拼嘛，所以讲因甲因比起来，吼啊有当阵因为伊头前是斗号嘛，读念一个伤紧的时阵，会甲读做因甲叫做普罗啊的下层群众，因甲叫做普罗啊，即句话安尼敢若嘛真合理啊，对啊，因遐拢叫做普罗啊，因甲叫做普罗啊啊。啊，就变成第7条去啊！啊，毋过实际对，就走去啊，对，就走去啊！啊，所以我就讲，你音一念毋对，或者是你的音一念甲字无共款的时阵，啊，因为至少我有册，我咧看到随对嘛。因你若无册了，音甲叫做普罗啊，音甲叫做普罗啊，拢有伊存在的迄个啥空间呐，对无？你若敢若纯粹用听，你就听袂出。安尼有啥物真差？无啊！啊，所以我就讲，咱来讲啊，中文华语因有迄个在部分呢，可比讲，反正一声还是2声，我毋知啦。吼，反正准讲因5声人分袂清，迄嘛新代代志，假无地带嘛，对无？在部分的嘛，得部分的嘛，啊，对咱台语分啊就清楚嘛。啊，我咱台语分袂清楚，就这3字啊，加，对，后壁你佫共音，抑佫字就无共啊。当然，迄个加意边啊，迄个加。我就讲有人是甲伊当做是到倒位到的音变啦，啊，所以伊等于就是甲迄个加伊变的加的用意，迄个意义规扭出来，含到倒位到，敢若甲伊独立出来。所以，安尼可能敢若，礼拜日阮咧读迄个出世线的时阵啊，迄个白话字的版本啊，咱伫台语内底。有不了侪迄种声量嘛，痛加、爽加、欢喜加，对无？迄个单位迄个是物？迄首歌是物欢喜就好，我袂记起来。毋是一段歌词，就是啥物？等下我有一天做主歌，就互你今仔日风景头，对，应该是欢喜就好吧？还是风景头？我袂，还是今仔日风景头？我袂记。反正歌词就是讲，啥物？若是互我做张歌，我就互你啥物爽甲、痛甲、啥物欢喜甲啥，迄就是加嘛。啊，你加就是
头前是形容词，啊，到什么程度，咱后壁就无讲。台语定定拢会省略嘛，痛到要飞上天，痛到要昏倒，痛到要昏去，拢无讲，就敢若痛到。毋过迄个痛到伊变成是KAH 会去变调嘛，对无？对咱来讲，应该是会变第几条？应该变第二条，先变第二条，对无？痛到安怎嘛？毋过痛到嘿，对，就讲就变第二条啊，变第二条对无？痛到嘿，痛到安怎嘛？痛到飞上去，痛安怎嘛？吼，咱读念出来是痛到，毋过咱实际上拢敢若讲甲痛到就煞嘛，对无？所以对咱来讲，上尾迄字是毋是？咱目前该理解做变调，对 KAH 变调做 KA 第二条。毋过你写完了写 KH 嘛吼，毋过你白话字的文献啊，伊煞改写做 KAH 第八条，伊咧结尾啊，伊咧结尾，啊你结尾可能就改当做本调无变调，啊所以伊白话字的时候，伊就直接写 KAH 第八条，啊对我当然啦，准讲我是先学白话字，我大概就安尼接受。毋过我是先接受着教育部的即个部分，啊，甲汉字的部分。我毋是自来拢毋捌看过汉字，我毋是自来就拢直接接触白话字的，所以我看到白话字迄个文献，直接改写痛加 KH 第八条，对无？伊伫 A 顶端插一支车啊，或者第八条，我就讲怪怪。啊，毋过就讲伫迄个台字典内底，是台字典还是？反正应该是吧。就讲你去找 KAH 第八条即字是有存在的，伊等于是甲咱所理解 KAH 即个目前应该各位朋友会使接受，我目前所听到看到的。吼，虽然我迄句话。各台顶大家朋友拢参考，就是37讲数就听啦吼。KAH 是对 KAU 扭出来一个变形，吼。啊，即马 KAH 第八条，敢若佫变成是因白话字的时阵，甲 KAH 即个用法佫甲扭出来，变做伊讲迄个阿宽遐去查的时阵，伊就敢若直接甲伊讲做是一个啥物结尾词、语尾词，啊嘛无互伊直接的啥物意思。伊对咱来讲，就是欢喜家、痛家、巴家、夭寿家，就是迄个家头前一定是一个形容词，啊，形容词就是后壁就是要讲啥物程度嘛。有可能你第一届讲出来迄个啥物程度，啥物痛到飞上天，巴甲腹肚足大箍、足大坑，还是啥物水甲无地比，还是啥物红甲袂输那流血。对无？后壁有可能就讲出来，毋过咱有当初大部分拢袂讲遐物件啊，就是红甲、水甲、痛甲，就安尼尔尔。你相信我嘛？定定安尼讲，你后壁有可能一时之间找无，还是感觉免讲你也知，啊，就讲到遮就好啊。毋过对文字来讲，伊可能就是因白话字的部分，无用汉字去处理的时阵，就怎？迄工我才看到啊 ，KAH 第八条。所以这变成讲是迄个啥？伫咧家语言文字化的时阵，纯粹用白话字会有即种精差。甲袂使安尼讲，我无确定。好，这是第读到230页，即大家要甲各位朋友分享交流的。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就讲这真正可能足像教科书的，所以。后壁即段嘛足长个，三年外你，好，你讲。是讲咱讲概念，然后40几档可能根本就无想要管用材料，啊，搁绝对爱讲，爸唔爱讲，就是像讲相声，啊，迄度有做侪就靠讲，唔免换总统，唔免选举，这可能真正是为着这个利益。啊，毋是真正讲，我搁要继续甲别人相争，就讲即摆议员要选举啊，伊就会去找对手来相骂，骂甲两个人做欢喜的，因为因两个变做讲，大家会去看伊
会记呢尔，2个相阵嘛有可能安尼。像即马当然上无好啊，本地讲美国上好的中国，即马讲乌红地毯，安尼就较袂交代。所以变做讲，其实这是利用这个关系，毋过毋是真正讲做就要修正做者意见，其实无啥物意见。好，安尼互你接受咧，通感谢分享。安心自在，接到230页最后一抓。咱搁看到正经完成必要的规划，毋过是用一种实体的接受的方式来完成。照讲，你甲世间过移的劳动力拍分条真简单，会当去大庙食金字塔。会当乌汤加果加豚票，会当甲大量产品做出来，才搁放会烧，搁安尼做，干嘛会当为咱一社会提供经济的基础，不包括感情的基础，而且要紧的是百姓的事情，百姓稳定在做工课就好，工课就好啊。因为我真哩我然后后边拜拜读了手大，安心自在。后边我读到遮教动的仪态，会读到遮。因为读到遮，好，教动的吉他是逗号呢，要紧的是，看你好了。准直接接受了一通。因为这段是一直到230页才有煞啦，这段是一直到230页才有煞，啊无至少读到遮吧，准的。有无对着啊？230页，顶悬离是第7抓吧，是毋是？第7抓对，对无？有无准的有对着无？加减爱材料负担，甚至处理可因嘛爱普遍，有知可预防，微信道理，行收分，乌塔甲关系姓李，这是苏声，伊毋是入声哦，对无？嘿，姓李，宽李甲宽李的真差嘛，对无？迄中文嘛是共音嘛，毋过台语是无共音嘛，这是苏声，伊毋是入声。姓李，你继续，歹势。也就是讲，因的心态，就爱适合见证状态。见证敢是赢咧拍，并无要紧；见证顺利无，嘛无要紧。不一定，无可能出现决定性的胜利。见证状态要维持，安尼就好。讲完练，这个要求，以见证气氛中较快但是，即马讲完嘛，真普遍符合啊。不过对顶站去状况就愈明显，正是有内总部顶节的气势，甲对美国的收分上强烈。内总部成员身为管理者，通常应该爱知影
无一条见证心经拢无影，毋是根本无发生，就是小节，甲宣称的真无共。不过，这款的知识嘛，会当用双手相向的手法，就简单甲浮调。同时，袂讲过的成员拢坚信，这真是一个海洋国，当会当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成做全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对这个神秘的信仰，因无一个人。是啊，对，佮加一转呢，有够长的长，啊，内容就是，我就讲啦，这叫我去读英文，我绝对读无落来。迄平常时根本无可能用到的字词，我英语敢若中级的尔，中班，我后才了去读个英文。迄若毋是讲对照台文咧看吼，我无才调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台湾这段话看好无？因为这当然，我就讲全权先生咧甲翻译的时阵，伊就是要甲伊处理甲真书面语。啊，当然准讲是处理甲真书面语。原来嘛是咱口语有材料读念啦。虽讲有一寡字音会因为可能腔口的关系，或者是咱也无习惯的关系，毋知讲哇，即字咱到底要读做啥物音？因为台语的汉字有一个麻烦的所在是，差不多每一字拢有文音、白音通好读，甚至有当初个会有腔口差。然后安尼我到底要读到一种，尤其家己若无确定到底一个腔口的时阵，当然我就讲，你若知你的腔口，我个人也建议你讲，你上好甲你的腔口保留一下啦。这个部分其实对咱来讲，拢是咧含时间走相像啦。你还袂讲到足顺的时阵，伫学习的时阵，我当接触台语文，我嘛迄个瞬间嘛有淡薄惊讲，我原底腔口若无去安怎啥？毋过尾仔嘛是，至少这段时间我无遐尼要义啊。毋过我感觉咱个人的腔口应该是爱尽量维持落来啦。我是安尼想。当然，这个部分短时间我也无遐尼简单。毋过至少就是讲，先甲台语讲转来咱的喙里啦，先甲台语讲转来咱的喙里，喙里毋是敢若讲转来。当然讲转来是讲。你有哪你写作的时阵嘛是，安尼讲，迄个啥，林家博士讲的嘛，在过去迄个 PTT 的时代，讲你若母敢知影你写废文啦，迄个讲台语当着是内底嘛有迄个啥物乡民的正义伫迄个 PTT 内底嘛，捌有发生过嘛，大概是安尼。所以伫即段讲甲啥物假消息啥，所以这嘛是一直我感觉讲1984即个年过虽讲已经过去啊，毋过迄历史的迄页，敢若还未显过啊，所以这可能是因为过去拢是咱受到迄种愚民政权嘛，就讲免知伤多啦，你讲我做代志就好啊啦，逐工有通好食，有通好困就好啊嘛，剩下你想做要创啥？毋过。因欧洲敢毋是嘛捌讲过嘛会晓思考的迄啥官网敢是安尼讲的？迄敢毋使讲官网，我袂记起来。笛卡尔是毋是笛卡尔？笛卡尔一句话嘛毋知咱台顶的朋友针对即段不哩大段，还是目前所听到、看到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因为我感觉咱可能会使来压尾啊。来，准备有无？还是玉玲？准备你较大声一下，歹势。还是玉玲有啥物想法看法要甲大家分享无？我拄一直咧思考，拄啊Sunny讲，拄啊Sunny咧讲，迄个就是叫我想着讲。伊是要讲去合作，迄个，啥物啦？
中美总统见面。对，即两天当咧发生，还搁咧进行诶吼，还搁咧进行诶。对啊，当咧即摆上热诶一个理论啊，就是什么 trap， 就是 this trap， 什么陷阱，休斯底的陷阱。休斯底是哦，嘿，就是伊讲诶嘿。本来嘛就歹念诶。迄就翻译诶嘛，就刚拄则有一个系列，什么是 steady 啊，迄个嘛，对啊。我是拄啊一直咧想即个，我一直咧想讲，伊即个理论，伊甲迄个雅典甲斯巴达即两个国家比论做美国甲中国诶迄种诶关系。啊，伊是要伊诶意思是要讲，伊两个要相拍，还是无爱相拍要好好安尼？啊，是要用即个典故，要来甲大家讲，啥物人是老大呢？啥物人讲诶才是算话安尼？我讲要正就会正正，我讲不爱正就袂正正，你若乖乖就袂正正，是毋是？我向你思考即个问题。太有影。我是感觉对啊，头到3年你讲的是你叫我想即个，即摆上清诶，吼，上迄度诶，吼，上迄度诶。即摆当咧烧诶，即个议题啊。迄个啥，打出现可能还袂超过12点钟诶，对无吼？对。啊，因为伊即个理论之前2摆讲过啊，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讲，伊个伫即个时阵佮提出来哩。伊到底是要讲啥？伊是要甲什么人证明什么？伊是要甲世界证明什么代志？还是伊要甲什么人提出什么款的思考空间啊？这是咱来去思考的问题啦。我想去想这个物件。真好，感谢叫您提出来回应一下呢。反正伊句是啥？历史从来毋捌重演，也毋过伊定定会押韵吼。刚才是安尼讲嘛，是毋是？我袂记住啦。差不多是类似即个意思啦。总是，我个人迄阵看到川普第一任做总统的时阵，就想起顶世纪捌有人讲到什么20世纪是因中国人的世纪。川普做总统了，安尼，因即个20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即句话的完成度敢有增加？有增加1%、2%、3%无？我毋知影。当然有人讲无啊。20世纪佫落长咧，一直到2099年进前拢算20世纪啊。就算讲伫2099年，中国人才真正徛上世界舞台做阿哥，安尼嘛是啊。当然有当阿哥，你凭啥物？你有材料提出来啥物？伫咧因的中央电视台，我袂记迄出当时做的。伊敢若是伫咧讲什物起来是啥物货嘛？什物百年崛起啦？伊就咧讲，过去2000年人类历史安怎拄安怎，尤其自大航海时代了后，葡萄牙、西班牙，然后这个世界强国演变，还是发展，还是或者啥消长，敢会啥哩讲？就是徛了随落去嘛，吼。西班牙、葡萄牙，然后尾也是英国、法国，然后其他的国家当然有当初大国当咧相争的时阵，其他的国家可能嘛会使小徛起一个嘛，毋过实际上无因的败，无因的强嘛，然后就讲到英国了是美国，因中国伫做迄部影片的时阵，就咧预测，安尼是毋是美国了会使换着中国？是毋是要换中国啊？毋知影，我无确定。总是伊迄一系列内底嘛无，也是我无看到，我戆拄看袂出来，我毋知。因敢是有要暗示讲，迄个过去遮尔济强国演变了后，是毋是美国刷的就是中国啊？我毋知，我无看到。嘛有人按迄个什么风水啦，还是什么发展啥，讲可能嘛差不多爱该轮到中国啊呢，敢若是安尼。毋过咱换一个认真来讲，若准讲小说230亿到230亿啊，即搭车，
你毋是要创造人的日子好过，啊，诚做阿哥，你即个阿哥敢做会起？美国为什么这么强？是因为伊至少互伫美国生活的人会使有较好的日子嘛。当然，换一个认同来讲，因可能会感觉讲，遐个无过着好日子的人，是因为无够努力，无够拍拼，有可能是安尼生嘛。啊，毋过当然，我就讲伫读1984即个小说的时阵，头前即马230页啊，头前有几落页一直咧讲啥物，因为着要表示党真正足厉害，专知专能，所以只要含党的想法看法、政策无共款，就甲伊改掉。啊，甲迄个物件改掉，我就讲嘛，无就真实面对家己嘛。我就讲，我至少我个人的想法看，就是讲，准讲是个人也好，你无就真实面对你家己，你要哪有未来通去讲嘛？组织单位、公司甚至社会、国家拢共款吧。你毋知你过去到底是如何，准讲你过去是阿萨不如的，你着大胆甲伊承认，然后重新徛起，敢袂使？毋过，伫即个1984的小说内底，就互我看到讲，因即个党啊，啥物党，说毋敢，还是无去真实面对因过去的家己嘛。我就讲，我咧看一寡日本的资料，37已经真可能去吹、去瞧、去安怎？也毋过咱事后来甲看，伊就是敢若7成是真的啊，冇可能是调侃，我毋知啦。啊，所以37讲述落听的经验之下，咱相信的人敢会使信死，你毋知伊倒7成是真的嘛？所以伊7成真的，咱就敢相信4成，另外6成咱家己来考考，家己来查来去查嘛。日本人咧做统计时阵，因每一年除了公布因所调查的新的资料以外，因佫会去安怎讲？回头去看，或者是有新的资料进来的时阵，因会佫去校对，还是校正，就讲啊，歹势，准年的资料，经过过去1年，阮佫调查出来了，哦，毋是准年的80，是真的120、130，就伫注解内底讲啊，为什么准年的资料伫旧年讲的时候是80，到即阵阮看着啊是120，伊就去讲迄是啥物代志造成的嘛。无啥物了不起的啊，因为历史的事件一旦发生，就过去啊嘛，伊袂阁定来嘛。要毋讲遐历史事件发生了，一定有相关的文献资料，迄个时阵有可能去互藏起来，也是毋知影啥物原因，无就随知影。经过1年、2年、3年、5年、10年，你愈来愈知愈多的时阵，就一寡史料的产生嘛，会找到嘛。或者是啥物个人的日记啦，还是啥物口述历史啦，啥，迄就是相关的文献嘛。所以历史的事实伫遐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会使来证明。啊，这历史资料有可能时间的关系会哪来哪做出现。啊，当你现主时看到这历史资料时，你有一寡历史的观点。经过3年5年，你看到更较侪资料时阵，你的观点可能会调整。所以对咱来讲，历史虽往往是敢若未改变的过去，对无？真做历史的一部分，你无可能改变嘛。要毋过因为资料的关系，互咱有无共的看法嘛，就产生无共的观点嘛。所以安尼看起来，历史伊其实嘛是一个活的，原因是因为咱无法度，至少现主是无嘛，无 time machine。互你去到现场，袂输那亲目睭所看，无即个材料嘛。啊，资料你嘛无法度随看会到嘛。免讲偌久进前，就敢若1980年2月28迄条案件到呾，还是无法度真实知影到底啥物情形嘛。知的人伊毋，咱无法度真正毋是上帝讲专知专能讲1980年2月28日迄天到底是安怎？咱拢是尾啊，经过足侪状况、足侪情形、足侪资料、足侪所在、足侪人讲的，咱就知影哦。原来迄个时阵有可能，就是我做的，无啊，拢无啊。无偌久进前，才40几年前尔。你讲100年前、200年前，你讲要安怎有袂妨随印度的资料走出来，无可能的代志嘛。敢若40几年前的代志，咱就安尼啊。你讲其他的，更较困难。好，歹势啦，咱应该会使来压尾啊啦吼。即个压尾，即个。我来讲，咱是读迄个叫做啥？温柔桥即个日本相是讲做阿威克啦吼。
咱台顶的朋友应该拢有通好读啦。安尼是毋是？迄个啥？准直先来甲咱的阿伟来开场安尼。还是你有分享看啥？安恁自在。几啊路天气晴天，公车好车拢准时，行煞的人一排，规cửa啊规去，里边的阮哪像是世间咧相遇，世事是几分啊？是几分？无看见形，无看见形，贵难甲心。好，感谢。好，安尼，小了你有通好读无？有好来，互你读。素食，走路清气，公车火车拢准时，行煞的人一排规矩规矩，里边的阮若像是世间的相遇，素食是饭迄是饭，三饭福气的饭。是饭几分无看见形的气力甲心意。好，感谢。倒是第三纸，你搁读一届迄两字。行山的人，行煞啦，毋是行煞，因为这是煞位的煞。你拄啊读对行煞，吼，行煞可能无爱搁行，还是行线，就是两个人手牵手，叫人冲一个线过安尼。行煞的人，对，行煞的人。好，感谢。然后最后我才真正看，我就讲伊敢若不哩爱用合音字呢。你看伊只会看见，伊嘛用看的，即种合音字安尼。我真正看到罗马字。好来，三弟你先读。素食，街仔路清气，公车火车拢准时，行煞的人一排规矩啊规矩，里边的阮哪像是世间第三亿。素食是饭几分无看形的气力甲心意。好，感谢。好来，由另外你读。素食，街仔路清气，公车火车拢准时，行煞人一排规矩。里边的阮哪像是世间的相遇，素食是饭几份无看形的气力甲心意。好，真好，感谢。好，我听大家念，我才会使偷看讲有啥物字数，会使上。我们来读念一个啦吼。素食，街仔路清气，公车火车拢准时，行煞的人一排规矩。里边的阮哪像是世间的三亿，素食是饭几份无看的形的气力甲心意。所以我真正发觉到伊是毋是拢不哩爱用这种合音字啊？看见较像影就是会用看的啦，走到无看的人影。当然有当阵这种合音字，我个人有当阵嘛。也无就掌握着安尼，因为当时读甲内底的声音也无真明显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玉林有无？还是三林？因为素是即个词，应该对台语人来讲，应该嘛算不哩啊食会用着吧？有天气真素时，厝里整理甲真素时，
环境真舒适，还有啥？可能是毋较具体的，或者是互你看会着、感受会着的。啊，毋过若是可比讲心情真舒适，敢若袂安尼讲心情真舒适啦。敢是环境对无？环境清幽佮舒适。哦，你真够款厝内，真够起家，整理甲真舒适，啊，今仔天气真舒适，对无？所以，这是属于较心理的，对无？你有一种正面的感受感觉吧？对无？伊讲嘛，伊查出来啥？你看，伊这个是中文写的嘛，形容事物井然有序，令人舒适安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嘛。各有原先的意思无？我暂时还无想无。你安尼讲，敢若伊写甲真好，就是伊为有形写甲无形安尼。嘿啊，具体规啊路公车嘛，最后是分几份无看形的气力甲心意啊。所以就讲，伊咧写的时阵，当然，我就讲各位朋友，其实你嘛使试看卖啊。你看到字数还是啥？啊，甚至尤其啦吼，因为若准讲有拍算要考试的人吼，因即届是7月下旬吧，所以我拍算要甲1984读完，咱才来去读朗读稿，因为本正是我甲2023开始，就是考试进行超正月日，拢当做要考试的迄个准备安尼，啊，所以即届到部是敢若7月下旬考嘛，啊，所以敢若7月下旬考，本正是讲按6月初1啦，啊，毋过想1984应该照咱目前的进度，大概佫10通届应该读完吧，或者是应该要超过20届，就再读完。若准讲是20届，安尼可能6月初6月当时读煞，才搁去读。我是拍算想要读王秀老师，伊迄个啥，咱来读敢顶一届读到50几篇吧。然后王秀老师的第一本册，我咧唱歌，我感觉嘛真精彩安尼，所以拍算是安尼。好，转来即个，阮就交即个李慧香是舒适啦吼。咁即篇是算伊有去感受的嘛，所以各位朋友，我感觉其实你嘛会使安尼试看卖啊。你要用一个词去发想，还是你家己找2、3个词甲伊斗起来，斗做一个话句。尤其迄个教育部比更有即种考法，要你5个词，叫你用一句话甲即5个词斗起来，爱合理啦。你袂使讲，我看到即5个词叫我做句，我就读甲戆啊。安尼咱是真正话句啊，偷食步吧，安尼可能绝对叫人拍穿的啊。哦，所以有即种方法，你会使去。其实咱伫学日语、英语，大概嘛是即个意思啊。真差是讲，较早你学中文的时阵，主要拢是针对语序、语法嘛。什么一边怎样，一边怎样，啊，你就踮咧做句嘛，一边怎样嘛，大概是安尼。所以语文还是差不多啦。好，毋知咱台湾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咧准备请俊迪老师帮咱压尾啊。所以差不多，歹势。来，小二先讲。歹势，我想要问讲，是差不多当时爱来叫咱来读。可能6月读完，咱才来去读王秀老师迄本咱来读图。伊迄本咱来读图，进前敢若读到，我袂记读到57篇啊，几篇我袂记，我记录啦，我真袂记只。伊已经差不多。考试啊，伊册拢做袂着。安尼就是先问起来。安尼，毋过你若先照啦，时间到，若有人有个接刷落去照啊。毋是啊，你先有约啊。哦，对啊，这嘛是一招啊。可能有10本。哦。几本伫外口流通啊你。对，你用有约。对啊，嘛是。搁用别人的照册。我你加找几啊口做就对啊。哦，这嘛是一招啦，这嘛是一招。好，安尼玉林有啥物想法看？无，头拄你读一篇的时候，我就又头拄伊有一句嘛，里边的阮哪像是世间，哪
像是世间在收音三音。伊是用三音嘛，就是嘿，我较无爱三音，我较爱收音，我三音。小音三音敢有真差？敢是腔口差，还是文白音？小音敢若是三。白音啦，但是嘿啊，伊要用三音，我感觉我较爱用小音。嘿，收安怎呢？小放伴三角嘛，对无？嘿，三角啊，嘿，三角秘书有分啊你啊。其实拢会当啦。对啊，拢有通嘛。嘿，毋过我感觉我直接我较想要用小音，我无爱三音。对 OK 啊，我感觉即个准讲有用罗马字，我感觉嘛是咩讲，空气在人记的啦。对啦，但是伊罗马字是写三音啦，对啊。我感觉小音嘛袂歹，感觉较客小种的感觉。对，我就讲迄种啊，互相成就迄种的感觉。小放伴啊，我就讲小放伴啊。嘿，对啊，所以我会想要读小音。好，感谢，真好，真好。好，毋知其他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互你。头前三还佫 OK。嘿。第四，我咱袂讲人有意见，家己人即个人有意见无意见，就是你心情有意见无意见，你意见用迄只就奇怪。啊，好来，你讲，我想到一个字，你讲，我才佫摕出来大家分享。你讲。头拄仔伊只过来吼，若看咧讲迄三音小音吼，即个我有去查吼，这1932年书吼，我嘛无捌看啦吼，咱伊若要用接收。会当啦。过来看迄个数是怪怪，当你放咧遐吼，佫要后壁迄句合起来，后壁就袂顺诶。啊，过来讲迄几分，伊要讲伊用，你会先看伊诶迄个罗马字，伊是讲无看啦，无看形嘿。啥字无看形？哦，啊，啥物佫无看形？结果你佫来看落去，后壁迄中文诶，就是温馨啊。你佫来看后壁迄个中文，我就足摇伊是甲中文变翻做台语诶。有可能。安尼，我摕出来一个足无客气诶讲法，就是讲思考用中文思考，即个要来翻诶吼，迄走味是走足多诶。较想影，较想影。所以，就咱读到目前为止177啊，即搭只，可能嘛发觉着讲，伊敢会是有诶先有中文，才去改翻做台文。啊，当然有诶可能就是你讲，小老像咧讲，就是同时进行嘛，对吧？数学这个词13星，爱读下内底可能有一两寡中文，读下内底有一两寡台文，啊，就分别去发展，啊，才互相参照，啊，甲伊处理到讲，袂输敢若台文是华文的翻译，还是华文袂输那台文的翻译，吼，有可能是安尼嘛，吼，啊，所以当然，坦白讲啦，大部分的咱，吼，现主是世界人口数80亿，敢有我你讲会伤臭屁袂？会伤合袂？敢有8万人是双语的能力拢C1、C2 这种高级专业级的，可能应该嘛是有啦，但毋过你安尼的人，你要偌努力、偌拍拼，才有才调到这个程度。啊，当然，莫讲对温玉桥，伊现主是应该是未满30岁。我就讲伊读到内底，应该现主是中文、华语是比台文、台语搁较济。准讲伊这段时间遮尔拍拼，伫读遮个台文，但毋过遮个台文真歹势，真不幸。我就讲嘛。现主是30岁以下的人，伊有才调讲，或者是写出来这个台文，可能有不了济拢是
中文华语的语法。语词当然因为一寡是华台共同词，是你无法度甲伊批评讲，啊，你也毋是台语安尼，因为有一寡共同词啊，太袂使用。抑毋过语法的时阵，就可能无。当然，因为台语受汉文的影响有范式，可能原来嘛袂少。当然，迄个袂少到底是3成、5成、7成，我毋知。总是着相当的影响伫遐嘛。啊，这是对咱台语文来讲，若准讲你去互中文华语影响甲遮尔多、遮尔深的时阵，你要维持你迄个台语文的特别的所在，甚至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看到的，遐有咧讲台语，也是会晓小看台语的。伊一看到的时阵，因为我就讲，伊读册内底毕竟也是中文华语较侪，伊甚至直接讲安怎就好啊，写就好，他无安尼念就好啊。我就讲嘛，若准讲一篇中文，你一个词一个词家读到台文，伊敢就变台语；你家读到台语，敢就变台语。同款一篇文章，伊拢是用台语所写的，迄个理路、语词、语法是用台语写。啊，你一词一词甲读到华文。读做华语，写做中文，敢就变中文华语。教较奇，听我教授讲，教较奇。啊，当然我也知，可要讲，迄个像，我袂记啥物名。哟，确实有人伫咧拍拼讲，我要写出来，互中文的人来看有；要写出来，互敢若晓读华文的人来看有；我要写出来，互读台语的人伊读出来嘛会顺。有即种人，伊嘛真拍拼，真努力。毋过就讲嘛，迄种物件变成是啥？白话汉文，你白话汉纯粹敢若听有台语的人伊听有无？毋知影。好来，玉玲，那你有啥物想法看法？请讲。其实我感觉这就是这本册的特色。伊一开始，我毋知咱开始就画一概要，画一项概要，先开始读着拢有发觉。我相信咱有咧读的朋友。对，咱开始读即几篇，咱拢有即个感觉嘛。所以我讲台语，用台语去翻译伊知影的华语，用台语去翻译伊知影的华语。就等于就是讲，甲伊的华文的底底内底，甲伊知影伊所在捌的台文，用台文甲伊讲出来安尼尔。但是伊去找台语字典做靠山嘛。为台语字词典，伊去学一寡字词出来嘛。我感觉这嘛是一种，互人来当做是一条桥吧，来讲是一个转化的路嘛。安怎讲？迄著是啥物货？猪八戒要变天蓬元帅，我讲咧，确实咧，我这去论着。我意思是讲，每一个有足侪神啊，有足侪神仙啊，伊嘛是有经过一个演化的过程。你若用即个较轻松的方式，其实我感觉嘛袂歹啊。就是讲，咱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甲看，对无？用另外一个，但是伊就是伊即本册伊的诗，伊写的诗，伊就是我感觉伊一直拢保持伊即款的风格嘛。所以我感觉伊对我来讲，我一定正面肯定。是啊，我就是理解讲，这就是伊的特色。这就是伊的笔路，伊的理路安尼，我感觉安尼来看，就会舒适啊，特别啊个。真好，感谢玉玲甲咱分享。好，真好。好，来，这个。虽然我爱你。恁就要公开放灯条先啦。公开表示。公开表示，还是趁乱告白啊？你敢毋使讲趁乱告白？敢趁乱告白啊？你好，迄个。好，相形象真好吼。迄个对正正伫咧讲后壁半句，我想到一字，我甲改一字，而且迄字是咱对甲讲迄3字其中一字，是毋是对？敢若较活一寡，我甲改安尼。离别甲阮若像是世间咧三音，还是小音不管。如果伊用离别咧，就伊准一节讲就迄阵我咧读嘛感觉怪怪，毋过准一节讲就若种我改一字。甲改做甲，对无？真离别啊，离别甲
敢若是大家互相相敬的啊。本正这个社会就是你听我，我听你嘛，对无？三甲米才煮有饭啊。啊，所以伊即个利便是，即个利便毋是敢若孤孤一个人，毋是少数人，是咱正人互相相听相听三甲来。所以我才想，安尼即当遮即字改一字的时阵，是毋是就会互准伫讲迄个无数字会强度降低？啊，数字的程度可能增加一撮安尼。哦，我是安尼解，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我支持你讲的加一个字啦，伊就是即句的意思来咧。若要互伊较读起来较袂遐尼袂熟悉的话，就是讲里边的阮，咱亲像是伫世间在相应，安尼就是小朋友去种的感觉。伫世间咧相应哦。嘿，就是加一个字，安尼。哦，你是用字。读起来会较熟悉无？嘿，我想着。这嘛是一种方式，啊，我是比较。上简单的，就是讲嘛，莫改变伊的句型嘛。改变伊的字句，啊，就甲咱加一个。你加一字，我是甲字改掉啦。对，我就讲，我是甲字，就迄伊是里边的嘛，里边的阮嘛，啊，我是甲下改做甲啦。对，咱拄仔讲的啊，里边甲啥物程度嘛？啊，是讲里边甲阮若像是伫世间，若像是世间咧三音安尼啊。对，我就甲下改做甲。安尼数科，安尼数语，我感觉嘛是会通的。啊，你的方式加一字，伫世间咧三音，这 OK 啊，就讲，莫去改掉伊。对，讲，嘿，莫讲一字甲加落去，怎规个意思拢走去。当然有人嘛咧耍即种游戏啦，就讲，你知影？前几个月啊吧讲，你敢会使啥物加一字，也是加一句吼，也是加一啥物，甲迄个规个作品拢怎刷去对象去就对啊啦。哦，啥物哦，广告词啦，啥物可要讲诶？迄阵我会记一个是啥物红衣小女孩啦，吼，伊就讲。你敢会使甲红衣小女孩这五字吼加一字落去了，迄规个意思拢走去安尼。吼，就讲咱拢知影啥物红衣小女孩是啥物山顶美女的啥物神怪奇怪古怪的故事嘛吼。啊就讲即个红衣小女孩你家加一字，啊不管你安怎加字都拢会使。啊就迄阵几落个人就拢有试着对啊。就讲原底咱大部分人拢知影是啥物状况，啊迄字一甲加落去了，哇！迄个气氛上，规真正完全走去，所以就人咧试一个嘛，即摆这嘛是啊，你是毋是去莫去切着伊的意思的时阵，你去甲伊加减字，吼，还或者是要挑人甲伊切意思的加减字，安尼吼，这拢嘛是一种结头壳的方法安尼啦。真好，毋知咱台顶有没有有啥物想法看法？准备要准备来帮咱压尾啊，好无？还是要交准定，请讲好，请讲。我就看到四字花相似，这就属于我感觉一本诗集进入价值。但是迄阵做做已经为了我就小按下哦，第一刷的时阵按下嘿。我就感觉就拿在我。改字改起来就是意思就较正确，而且我觉上大的问题就是讲，你这个人敢会离变？离变敢是讲这个人？根本就乱用啊！所以，但是你看伊的中文的意思就是顺的啊。伊讲这个，伊讲我这个人享受这个语言。是。伊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袂当安尼翻啊。家己讲语言，我毋知你讲啥物，因为安尼可能真正即首诗是先有中文的，伊去改台文的时阵，咧想一步数怎甲享受迄两字怎自动消灭去。我伊若安尼翻出来吼，我感觉若少年辈吼，用即种方式去学咱的台语，我感觉就不一样。我倒是袂遮尔严重去看它，因我就讲嘛，无必要惊讲因为有错误，吼，咱像安尼讲，
即本册若真正要摕出来讨论还是啥时阵，你较想影会使规本册甲摘出来一两个错误，一定有，我相信一定有。甚至若你要发挥迄落啥物中文讲的啥物鸡蛋里挑骨头，迄搁较侪，甚至每一项拢会使甲摘出来。啊，问题是，敢要因为惊有错误，怎啥物拢毋敢做？就讲迄阵前讲迄个例嘛，因为毋知遐会受咱的前辈的名的台语要安怎读念，连试都袂愿试，怎竟然搁坚持错误，而且是爆之一百的错误，继续用中文华语读念伊的名，迄毋是咧甲因糟蹋，无是安怎？啊，所以当然我就讲，咱每一个人有无共的专业，无共的角度，啊，甚至嘛有可能。背景的想法无一定相像，嘛无可能相像嘛。总是你有你的想法，我会看 OK 拢无问题。啊，毋过我个人感觉，即本诗集伊即摆应该第几刷我无去着啊，至少第7刷，讲超过25000本啊嘛吼。随便讲，即25000个人凡是伊全无小心去伫即内底学着毋对的知识，用字用词，我感觉又搁如何？换一个认真来讲，还是伊的命运啊。迄是伊的命运啊！吼，有做老师的人就咧讲，吼，我若误人子弟，会下18层地狱安尼。要毋过我就讲啊，20世纪啊，你搁用顶世纪迄种想法讲，你教毋着一个学生，你爱落18层的地狱，即种想法我感觉，好啦，你要安尼想，我也无度甲你安怎啦。啊，毋过有当阵啊，真正是，伊要去听到迄种。可能真正毋对知识的时阵，迄真正是伊的命运啊，对无？伊有当初较想要咱要拄到啥物代志，有当初一方面是煮好好的啦。哦啊，爸比来啊，阮准备要压尾啊，讲迄个俊迪老师要帮咱压尾啊，阮就是1984读煞，毋讲读到一个阶段啦吼，啊就来读伫火闪示的即个时节啦，啊阮已经读到176页啊，安尼好，安尼。准的时间到你啊，还是爸比有想要甲大家分享啊？敢若真久无伫遐听到爸比的声音啊！你安心自看你啊，看你啊，安心自在安尼啊，对无？拄只台顶有2个人伫咧互相欣赏的，甚至我就讲，到底是趁乱告白还是？安尼你。竟然无对着，安尼真可惜。在，安尼是毋是？俊迪老师有咱压尾安尼？环顾开天，讲到 AI 快变，无论世事怎样变迁，无论科技怎样改变，人活伫咧世间，总是毋茫明仔载欢欢喜喜乐3天。好，感谢郑弟甲咱分享你的作品吼。我就讲想到迄个啥，台湾通讯因伫1990年代，原来嘛是用即种方式来起稿。啥物方式？就是因为着要学台语，啊学台语了总是会写作嘛，啊写作嘛无叫你写篇大篇的啊，你可能对简单的诗句话句底文就开始写，开始创作，开始处理嘛，甲你读家内底的想法摘出来嘛，文字化嘛，啊大家三家来分享交流嘛，啊所以我就讲，各位朋友听我嘛安尼试，当然你若要请上台发表分享上好。啊，无你我讲啊，你写日记的时阵嘛，听我写互你家己看嘛，甚至压尾最后即个问题就是，各位朋友啊，台顶的朋友啊，你顶一届用台语做面嘛是当时啊，期待你早一日，甚至看到大概做面嘛拢用着台语哦，因为即摆台湾人其实大部分拢至少2-3种语言能力嘛，对无？华语甚至英语比台语搁较好嘛，啊，对你来讲。台语即个语言，敢已经有在条进入你的梦境当中，成做你咧做面梦的时阵使用的其中一个语言安尼，这应该是咱会使努力拍拼的所在安尼。好，因为是这句叫什么？倒一句。我
我感觉我可能有一两届做迷茫的时阵，拢一直 repeat 即句讲，啊，你做迷茫的时阵，敢有用台语做迷茫？真诶哦，你伫做迷茫的时想到即句讲你做迷茫的时阵，你用台语哦，真诶假的？安尼好哦，真好哦，是台语的哦。好，迄个。我忙着，我妈问你甲你讲啥物？我就一直帮着即句啊。你敢有用台语做迷茫？啊，刷落就爱搁想看卖是用台语还是用国语安尼。真好真好，安尼我感觉自反正嘛，我食杂了，我袂去食，反正就是醒起来的瞬间，吼，若种讲会知影对食做面包，就想看卖，看会使搁记起来，啊，若会使想起来时阵，就该写起来安尼。啊，当然，在过去也拢是用中文华语去做面包，甚至记录嘛是用中文华语嘛。我差不多就是正式学台语文了，应该可能这3-5年的款吧，我袂记得。因为我就讲我2019才正式学台文嘛，吼，啊，所以我可能就是结果这3-5年才开始用台文伫咧记我所会使想到遐个梦，无论我伫梦中到底是用啥物语文，拢不管，啊，就尽量就是甲台语文摕出来用安尼。这是我目前就是做面貌是啥，是会使安尼来处理的，所以就讲。感谢即个小罗分享讲，即句话袂输，哪一个迄个 take 晓，洗脑成功安尼，洗脑诶，真好，吼，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0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讨厌，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阮咧顶官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安尼今日先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啊，迄个歹势，23点钟以后可能暂停一届。23点钟外吼，台湾地就是过一届可能，对，嘿，可能一届就47点钟以后啊。好，安尼感谢，谢谢，拜拜，再会。